否不要與誰談論這一首歌，3分鐘夠你看清楚。其實我沒法可重燃亮快取熄的火。應該怎麼解釋現在這一種怠倦？像是自困在樂園，但是熱愛似用完已絕緣，算不出心中剩什麼想講。藍調如停電了，隨旋律靜了，花園築起幽暗工廠。某一拍子送出一絲的光芒，金光反照空虛的貨倉。似歸往聖堂，可否不要與誰評論這一首歌？3分鐘夠你看清楚。其實我無法可重燃亮快取熄的火，寫一首新歌再撕掉功課，聽一首新歌再不用廣播，默默靜待下一刻的肚餓。原告解釋過，倘有真醉過，曾經那角色、那意識、那記憶，如今變壓抑、嘆息與消極，謀劃疼痛讓出力，喜愛跟討厭一起去拍翼。如何尋求突破靈魂，無情道破，推翻這個需要這個。我恨我，我問我，其實間歇性氣裏心靈是否解鎖？多感激你依然忘掉這一首歌，3分鐘放棄這家伙，來令我沒法躲，重燃亮快取熄的火。迷失中可是我，尋找中可是我，平凡中可是我，時光中都是我。